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咱两个搁做伙安尼。咱即阵来伫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台语名讲？就是斯洛伐克同款。系啊，听讲迄个即阵吼，迄个啥物，就是讲即阵无流行。即个叫做啥物？一生一世，一世人，就是一生一世。哦，一生一世，即阵无流行啊。听讲伊可能平世人吼，你是外向，咱讲好诶，所以即阵一世人，我来甲你糟蹋。顶出世，顶出世，轮回啊，轮回。足侪基督徒相信这呢，足奇怪咯吼。老师安尼是毋是较方便啊？就是讲咱若做无好，直接重修，安尼顶后世人搁来重修，安尼是毋是较好？安尼吗？就是讲老爸甲囝若袂合，讲啊无咱后世人来做颠倒病。你做。安尼吼，咱是安慰家己啊，是安怎毋知影？但是咱今仔日请到一个人哦，一个人伊是相信，敢若一世人。一生一世，啊，搁一个查甫，较会使结婚呢？啊，来搁有啥物？一夫一妻，还是讲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啊，而且爱对，袂使变心啊。这是足困难的，即阵的世界，咱想要足少人安尼做诶。咱来看这是啥物人，遐尼厉害，伊要甲咱介绍吼，咱的顶礼宝出现的师母。开了头了，萨瓦迪卡，真欢喜，搁看到师母啊吼，真欢喜啊！你平安，你即马在斯洛伐克呢吼？对，咱为顶礼拜泰国讲到斯洛伐克来啊，搁来继续，因为足侪讲袂了诶吼，因为吼，因为师母是真特别的哦，就是伊是赞成，伊是为这个真爱对无？国际的真爱的事工吼，咱今仔要来了解讲，为虾米伫即个遮尼乱的世界，即个事工是安怎做诶？吼，阁有人要去无？阁有人要听嘛？听讲几啊？足侪人哦，咱的观众朋友来啊，梅花、年秋、梅花，我白讲。晚上晚安，对，好。我等一下用你们的相片了。对，看到他们相片。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今仔日的师母，咱来看，因是做幸福的一家伙啊，咱看咩啊？是不是？是几个国家？伊个竞赛是两个国家，对，两个竞赛。系啊，为啊，咱规家伙啊，佮会当一家伙啊，拢做伙吼，而且做幸福的吼，真系师母来分享，足厉害的安尼，所以咱来看师母，为顶礼拜讲的即个，接续要来讲真爱的家庭，是即个真爱。是安那伫泰国会当做诶吼，是安那开始诶吼？为虾米要做即个真爱诶事工安尼？好，来我给大家讲故事，跟你讲故事啊！要讲之前呢，我们是有8个一嘛哈，一男一女嘛哈，一男一女，对不对？一男一女啦，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一生一世啦，一心一意啦。一夫一妻啦，是一夫一妻。对啦，基本做少人的啦，就是迄做少人咧做的。对啦，这个是需要很重要啊。那我来先分享一下哈，这个国际真爱怎么开始，然后为什么有这个真爱家庭事工哈。那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样的分享啊，因为这边主题就是说为爱哈，真爱守家，为家征战。时光进入21世纪，没有一个时代家庭像今天这样容易解体，离婚率就是证明。发达国家居高不下，发展中国家节节上升。家庭本是遮风避雨的安乐窝，如今却成了唇枪舌剑，甚至大打出手的战场。资讯发达，社交媒体的出现更给家庭带来致命的冲击。谁能扭转这败坏的趋势？感谢主，2001年上帝赐下异象，并且感召了我们一起成立了
国际真爱家庭协会，我们一起见证真爱是一个以圣经为基础，以圣灵为引导，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福音义工机构。真爱的使命是以专业的理念和策略，协助华人建立温馨和乐、饱享神爱的家庭，进而推动以将心归家、享最爱、守住真爱、守住家为核心价值观的真爱家庭运动。真爱的事工不是只专注在某一个片段，它是有垂直性，它是整体有连贯性，分成4个层面。第一个是全人，也就是身心灵跟群。第二个是全面，我们从关怀到辅导到教育一直到医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工是全程性的，关怀多元年龄阶段和家庭境遇，从儿童、青少年、青年到中老年事工，从婚前、婚姻、亲子、长辈、单亲到重组家庭事工。婚前事工呢，就是要帮助年轻人去认识婚前需要注意的事情要怎么恋爱啦，要怎么选对象啦，要怎么样相处啦，要如何来解决问题啦。真爱的夫妻营是非常有质量，而且能够帮助夫妻在婚姻当中能够得到幸福，如何去沟通。中年当然是会碰到很多的挑战，不一定是危机。差不多人生的1/3在退休以后。2008年我们开始有长辈事工，教导老人要怎么样准备退休。大部分的人都花了更多的时间在职场，而忽略了家庭。叶牧师常常提到的，没有任何的成功可以弥补家庭的失败，也没有任何的成就可以媲美家庭的幸福。真爱事工形成5大主轴：一、出版事工。自从国际真爱家庭协会成立以来，同时创刊了《真爱家庭》杂志，呈现真爱家庭运动理念与实务的平台，同时也成为跟全球各地真爱之友互动的管道。在北美、台湾、马来西亚共发行了27000份，每一期大约有10万个读者得到帮助。我们也出版了深入浅出、易学易用的家庭教材。2、网络事工。真爱杂志透过网络发到全世界各地，进入千门万户之中。我们也不断在强化、丰富我们的网络的资源。3、关辅事工。关怀特殊需要的家庭，辅导遭遇难题的家庭。在北美的华人里面，单亲家庭是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真爱的单亲家庭事工，让这些单亲家庭能够得到扶持。4、培训事工，培育及训练家庭事工的专才和志工。我们已经训练认证了4000位家庭导友，我们也有400位家庭导师。培育了不少有证书的、有硕士学位，甚至有博士学位主修家庭事工的人才。我们在全球有12个国际分会，从北美到南美、亚洲、东南亚、纽澳地区。家庭协会从创立的第一天，我们的策略就是定在不是以推广真爱家庭协会这个机构为主旨，而是要帮助许多的教会，100个教会、1000个教会，甚至1万个教会落实家庭事工，这样才能够因应这个时代家庭危机的需要，并且能够转化社会的家庭危机。我们的策略就是跟教会、福音机构还有神学院结合成服事的铁三角，一起来推展家庭事工。再一次的谢谢多年来陪真爱一起成长，陪真爱一起来推广普世的真爱家庭运动。将心归家，享最爱，守住真爱，守住家。日夜秋冬坚强，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师母，我最近有到一个囡仔，一个小朋友爸爸带新的妈妈比妈妈开咪差无几岁，新妈妈来伊的进前伊家己的妈妈搁去嫁别人，所以伊拢毋知影伊的厝伫倒，
不知道家在哪里的人很多哈。对啊，它也就是身份的危机嘛哈，所以很需要帮助他们有健康的家庭观啊，也帮助他们从小开始家庭教育啊。所以咱泰国吼是不是？泰国目前敢有什么家庭的问题？问题问题很大啊，给你们看一下哈。事实上，我在泰国呢，宣教呢，从公元2000年哈，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到开放教会啊，接触泰国人，接触当地的华人。后来刚好有一个新闻的报告，是说在2009年泰国政府的数据哈，讲到说泰国人的单亲家庭人口是达到60%。所以呢，单亲家庭影响到的青少年11岁到22岁了，就刚刚讲的一些小孩子哈，父母的离异啦，或者是再婚再嫁哈，然后导致社会的问题啊，影响到有将近1100万人啊，都是青少年。所以呢，造成的这些的问题呢，就是婚前性行为提早啦啊，那孤儿院增多啦，同济也达到80多万啦，同性恋跟变性人增多啦。还有未婚生子年龄降低哈，所以以上的那些种种因素呢，影响到泰国华人家庭跟教会受影响的不少啊。那我们就说，就像我们本着是看到说这个真爱本身呢，讲到说家呢，很多人把家当作收藏东西的仓库对不对？都是东西都是东西啊，一大堆东西买回来不见得人都没地方走路。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说家才是享受亲情的居所嘛，所以等于说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没有任何成功，不论你事业多大多成功哈，都无法弥补家庭的失败。有人生意很好，有人很赚钱，但是家庭四分五裂的哈。那有很多人成就，但是无法比美家庭的幸福哈。所以我们还是把心归家，想最爱。守住真爱，守住家，这就是我们真爱的口号。对。所以呢，刚刚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泰国真爱哈，本身呢，我在宣教呢，到后来我觉得只要做一件事情，因为发现我们在做教会工作，发觉到接触的人呢，有些时候无法帮助他很开心、很快乐的信仰的成长啊，就是因为很多的原生家庭影响着他们。停止不能往前的，所以我们发觉到说要帮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原生家庭观哈，家庭正确的基督教的婚姻观哈，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承担这一个的使命哈，所以就把国际家庭就是讲原来出生的这个家庭，对不哈？不是讲顶世人的哦，嘿。是原来在这个是现在的，说你出生那个家庭嘛，哈，出生的家庭你不能选择父母嘛，但是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可能受一些的影响，受一些的伤害，但是你成人之后呢，你可以重塑吧，改变，或者是需要帮忙的话，就找人去辅导你，重建你的自我形象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真爱要帮助大家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目的就是说，很多注重教会增长，但是呢，发觉家庭事工是最重要，因为有家才有教会。初期的教会是从家庭开始嘛，对不对？对，要强化信徒的家庭嘛，所以家庭呢能促进教会的成长。这个观念要摆得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给你们看到说，神也恩待我们了。2016年呢，就开始先从讲座培训，然后慢慢发展，然后跟机构合作，然后还有联合的研讨会，更多人了解家庭的重要，然后怎么样去推展教会的家庭事工。那我们觉得最早的话，传道人要先从神学院开始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更好的发展了更好的有健康的家庭在教会当中。那就分享一下，刚刚有讲到嘛，如果说你不用在线上的直播呢，有些人可能你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在纽西兰、在巴西、在阿根廷的话，还有加拿大。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呢有真爱的话，如果你教会需要，你可以跟不同的婚会跟他们联系那这是
国际真爱本身希望更多人看到那个需要，然后更多的不同的地区教会可以说我们也来成立分会，然后我们可以从国际真爱那边得到更多的资源。各位师母嘛要来讲哦。对呀，因为他们说最近欧洲也要开始有了，听说了。说明你们斯洛伐克先开始吧。对，师母先来这里建立一下家庭导友。对，家庭导友8个小时培训啊。广告一下，9月15有来到欧洲斯洛伐克的，欢迎来我们教会。对，维也纳，对，那维也纳的，来欢迎联络我们哦。好，那我们先说说呢，我们真爱怎么开始的哈？开始的话呢，我们当然就是要找到本地的一些的同工啊。那我们先给大家看到一个泰国的地图吧啊。我们是先从曼谷开始的啊，这个是从2016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将近8年了嘛哈。然后当地也预备，那清迈的教会看到需要，清莱的教会机构也看到需要，所以在过去几年呢，我们就不止在曼谷的帮助曼谷的一些的教会，也帮助到清莱的，也帮助到清迈的啊。那个 Esther 呢，之前都有去过哈，等一下你可以说说看啊。对哦，迄阵个带少年人吼，就是为着要去看因去帮助。要看遐囡仔吼，都是少数民族的囡。对呀，所以你看，我们刚开始呢是先从教牧同工开始，跟他们分享家庭事工的重要。所以在2015年呢，叶博士就过来了，因为他又是我的老师啊，又是我的前辈啊，所以我觉得愿意说让泰国开一个分会，他授权，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了。所以当时呢，就有10间华人教会的培训就开始了。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他们的呼声都很多，说我们都有需要。那8年过去呢，我们就发觉到慢慢的人看到他们可以来寻求帮助，那我们就可以到他们教会去协助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我们就教会有需要的时候，请师母请真爱的同工。去开讲座呢。对呀，去讲座啊，然后有些人是说，因为泰国我刚刚之前没有说到泰国的那个辅导中心呢，不像台湾、香港那么好事实上呢，基督徒的辅导中心呢只有1、2间，而且不是有些时候是讲英文跟泰文，没有中文的。所以我们真爱开始有一间是中文的，所以我也接手了一些华人教会的牧者，把他们的信徒需要辅导呢就介绍过来所以我们觉得更加需要有人可以来接棒对。那这个真爱本身呢，我们说要做这个真爱分会呢，我们必须要跟政府立案，所以我们申请了一个基金会，所以我们有就是真爱的基金会家庭事工的基金会。所以我们每个教会都有一些的代表啦，这是我们的开始那还有很爱主的2位林弟兄一个是提供办事处，一个提供辅导中心给真爱使用那这是这样8年来，我们感谢主，在今年的6月的清迈开始有一对夫妇，他们说他们愿意承接在清迈的联络，他们也发觉到一个很大的需要所以给了解一下。所以去清迈的人买当来参加对清迈之前清来啦等一下就会介绍了那我们看看在这个我们也跟其他的机构，因为发觉到有些人情绪呢，我们华人的情绪呢无法表达，所以我们就跟香港的法拉基金会邀请这个讲员葛博士来协助帮助教会牧者长职呢学习怎么情绪管理的讲座所以帮助大家更加的认识我们的情绪那这个家庭导游是这样8个小时所以你看看那时候呢在那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说他们愿意来帮忙他们自己的教会去做关怀不只是探访，而且去探访当中怎么去辅导他们所以就给他们一个叫做非专业的辅导训练8个小时，非专业的专业训练辅导训练
辅导心愿，然后呢，我就成为他们后面的督导。如果他辅导的个案很难的话，就可以请我，随时求救。对对，练8小时就可以上工了哦。对，没错，加简单。不，后面还有强力资源，不用唔免惊。对对，有兴趣的报名哦。对对，大家一起来嘛，我们一起学习。那就是我们发觉到说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叫原生家庭，那就帮助大家从基础开始学起，认识你的原生家庭，这也是一个可以几堂课的时间，大家跟人家学习。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说跟周边的国家合作譬如说我们就是这样，周边的国家有东盟10个国家我们这一次参加有中国啦、香港啊、台湾啦、越南啊、菲律宾啊、缅甸啊、老挝都跑过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因为他们那边都还没有除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之外所以我们就希望更多带出大家看到这个真爱的资源可以共享的跟大家分享。好了，这个就是你说的啦，我们要去台北啦。台北来去啊！我们其实台北有很多比如说晨曦会广告一下。好，下次是吗？对对，下次广告啊。对，会拜访晨曦会的哦。大家如果不认识因为你台北遐做者keep 到，对吧？假豆的啦，假豆的，所以有一寡囡仔有一寡需要关心照顾的大人嘛是所以拢都需要人去甲因关心安尼所以留待下摆。是你们圣诞节回来也可以啊。对哦，迄阵伫泰国的时有领导会去逐当都会去甲因看者。那后来不是疫情了吗？公元2000年开始疫情啦，也不能去哪里啦。那感谢主线上的直播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的IT 那我们就开始有疫情了有这个直播了所以你这个 Esther 你可以说说你是主播者之前的课程都还在有兴趣的人会当去听咱进前的课对就又回顾那个以前的，后来最近有足侪人佫开始问讲这伫倒位会当上课欢迎来斯洛伐克上课，师母现场解说，9月21号。对呀，我也有我们那个这个明辉跟梅秋他们线上说法对我们现在这边都是忠实观众对吧那是线上美华也有嘛，对不对？美华对，很多人都有上过这个节目是可以回看嘛所以我们感谢主了，神使用。那我们当然也帮助到真理堂嘛支援华人教会的家庭事工我们有退休会，有盟约之夜啦，还有孩子们呢真爱怎么样守住真爱有成人礼帮助他们一个立约这个也是可以看到，就是说给家长们可以看到说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他们的青少年有正确的这个性教育，正确的婚姻观这是很重要的。那刚刚讲到说曼谷啦、清莱啦，现在要清迈咯清迈呢，他们有个夫生他说对我们教会100多人，我们很多的家庭问题、夫妻问题，能不能过来给他们讲讲夫妻讲座？所以也是我去那边也是3天2夜去帮助他们那有夫妻问题的需要个别辅导的，我就在私底下辅导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当然我们讲说第3步骤，我们是要跟神学院，我们希望更多的神学生将来是要做教会的传道人，他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基督教的婚姻观，因为特别说在泰国的问题很大，很多的家庭所以他们背景很多都是家庭失能的，但是他们怎么样建立正确的婚姻观提早教导他们这样。所以感谢主说清迈呢就开始成立了一个联络处了，所以我们那时也开了5天的讲座，所以他们也回应说以后再继续，我说好，我们继续祷告，为他们的需要我们去支援他们所以这个就是在台北。那这里呢
我们不只是今天讲，我们还有一些资源供应的大家可以上到真爱的家庭协会的那个国际真爱的网站里头有很多的资讯有电子版的杂志那也有一些的书籍你刚刚看到一个视频呢，就可以看到那个很多的书籍可以帮助大家来认识来了解。就是打这个 Family Keepers 对对安全的是很多免费资源对。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帮助呢？你们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落实家庭事工铁三角跟教会配搭可以支持讲座、营会、主日学、夫妻营、单身营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那如果教会想要推展家庭事工，我们可以训练大家怎么样开始这就是真爱开资源教会的很重要的，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向这就是那最后呢，我们要请你们来代祷了但是还是跟大家讲，国际真爱本着说，一个是属于你的专业家庭机构你可以跟真爱不同的婚会联系，他会提供有需要的资源是蛮重要的。那大家可以上到那个国际真爱的网站，可以看到这些的资讯的。好，最后祷告事件了，需要你们的祷告啦。为我们服侍的人我东跑西跑身心灵健壮让主使用，那做健康大概看到师母拢想讲这样50岁还没完好啦，要70嘞感谢主啦，可以跑来中来中去都有快乐的对，我们的训练不同的华人教会的家庭导友的人员就我们牧者也不要那么辛苦牧者可以专心传福音讲道啦查经啦，但是呢有人可以培训家庭导友的话，他可以支援牧者来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这个是很重要的这祷告当然就为我们的经费来祷告这就是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啦然后欢迎奉献对，最后就是呼吁啦，这个礼拜5、礼拜6呢，就是公开的讲座，是免费的。对，31号在曼谷的人，你们有福了，欢迎你们邀请朋友参加。这个免费的对吧？免费还要提供午餐。有价一定要去叫善良的曼谷。还有儿童圣经，还有儿童漫画书。圣经那你这有价够量，够量，安尼一定要来去，因为伫曼谷的人有好去安尼。对，好，那我们看看有什么还要回应的呢？就是鼓励大家参加，邀请你的朋友参加就是这样子啦。是的，时间过得很快啦。是的，非常谢谢师母甲咱讲足详细你若有需要这个帮助呢不是你要找伊，是伊会当去你的教会帮助你，对吧？对只要发出邀请，我们就尽量配合配搭给提供嘛多谢咱观众朋友今仔日都支持咱的对，大家可以把这个直播呢再分享给你的朋友要记得给自己按一个赞，然后再分享给朋友对，没错对老师安尼袂歹，咱唔免去后世人咱继续人就做幸福做爸仔囝对吧所以谢谢主你们这个爸爸女儿的一个配搭很好也是很美的见证就感谢主感谢师母是国际真爱泰国总干事来等下观众朋友们祝福师母身心灵健壮那个淑华姐妹淑华还有梅秋OK 我们还有阿兰传道郑局也来了是很开心谢谢分享到你的脸书上面，让更多人认识更多人知道与他们有益处对所以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2点10分跟做伙来听故事
下礼拜要听什么？秘密。秘密，应该做好算啊！伊咱世界走去报告世界做一个所在吼，师母很喜乐，对，对不对？永远是做真爱事工，真正是安尼吼，愈来愈很开心啊！家庭破裂，家庭有喜乐，大家都欢喜，安尼。对，安尼今仔日就多谢观众朋友，多谢师母，谢谢大家，也谢谢陈老师两位老师，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师母顶礼拜会改拍照微风，拍照微风，看耶稣拉坤，爱你。